喺鋼筋水泥嘅都市叢林中，我哋渴望一種更自由、更流暢嘅移動方式。今日為你介紹一款顛覆傳統嘅騎行工具，佢唔單止係交通工具，更係一件行走嘅藝術品。KingSong F18。歡迎收睇香港 Organisation View 嘅片，你哋好。呢部 F18 咧係151伏特2700電嘅避震車，咁成個車嘅設計啦，拋棄咗傳統嘅圓潤設計，車身充滿咗銳利有攻擊性嘅線條，睇起上嚟極具速度感同埋科技感嘅。最大特色係兩邊用咗空氣避震，再加油壓彈簧做調校阻尼，成個避震設計都幾有特色。其實唔係我輕，就算140公斤嘅人踩上去，都感覺到個避震唔會到底嘅。不如揾人試下啦！架車扭力嚟講都幾大嘅，140公斤嘅人上斜上樓梯都冇問題。咁車頭燈方面又係點呢？車頭燈有3個檔，打開個燈體咧，直接一檔就係白光頭燈，二檔就係轉咗黃光嘅霧燈，呢個霧燈真心好用。3檔就係加埋下邊2個燈全開，都幾夠光其實。踏板方面都幾輕嘅，不過最大問題，我會覺得係啲釘唔咬腳或者無雨無泥無沙嘅話，都問題不大嘅。但係有嘅話都有啲閃腳。當然坊間有好多第三方踏板可以做更換。車尾有2個 speaker， 話說啲聲又幾靚，我諗呢個真係一支好評。上次成班人一齊燒嘢食用嚟播歌，真係一流。部車用嚟玩越野幾好，係幾夠力嘅，但係要視乎你調校踏板嘅靈敏度。咁避震方面，我會覺得佢算係舒服，不過仲有進步嘅空間。對於一架2700電嘅輪嚟講，整體設計我覺得係有用心諗過。如果要我評分嘅話，我會俾85分。我諗唯一會扣分嘅地方係部車相對2700電嚟講都算係大部。咁今次講到呢度先，下次再講。Organization Wheel of Hong Kong EUC Riders.